赞。哦，哎，真的，你看好久不见呢。你今天刚来过来哦？哦，你来了，今天哦，哥哥自己一穿，天哪！我估计节奏好点。两天节太多就跑了。俺都快了。好的。你怎么？我现在好你吃了。我都炸了。你干嘛烫炸了？快点。烫炸了。大家门口这边都没搞。那我想看不到。等人呢咯。我喜欢那些啊。这里面老高丽。而且我们还保持距离，而且。尤其一点都不强度挂到一天一定是安尼啊。迄阵啊，美国还袂讲要带去咱们亚洲国家拢有啊，有拢有咧。那个是我公司找的。中间那病毒会绕过口罩，另外我跟你讲，这是啥物呢？这是即摆咧台湾掠着迄个中国仿冒台湾 MIT 的，伊是工业用。伊甲你讲吼，我的迄个阻抗率是98%对无？咱即种是95%。但是佫有另外一个系数伊无讲。就是讲通气度，袂当超过5.0。咱台湾是2.4，中国是6.5。所以你没有办法通气的时候，那工业用你就对边嘛，就绕过去啊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工业用跟医疗用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我讲迄病毒啊，对，还有地府。我就老师，我比较中呢，你知道？安居。那边得中。对啊。哎，你是你过来吃的。哪有你？他这个讲座已经是个机构。有啊，用在手机，拿起来。谢谢来啦。我好像一直要你在他旁边。这里是吗？生胶，这两个可以烧开，吃的。我刚控管，太惨了。谢谢。有人凉啊啦。我你看得凉，我你看。重点还在凉就是。对，今天穿的比较厚。应该是。我戴口罩。
讲要请咱是到位吼，这个出风口，啊，回爽的吼，回爽的是头前条啦。哦，呀，夜卡回爽。所以拢有 filter 啦。哦，啊，回爽这也回爽了个大康，哦，回爽是安尼，然后咱有夜卡的空气，那个顶环。所以变做讲，咱的循环是安尼啦。对啊。这边请咱甲咱的声音关起来，咱要请主持人做咱来个一个。各位兄弟、高长平安，咱这是暗道来做会前的任务。感谢天父上帝，主愿福气过来你的殿，领受你的福分，家己的祝福。阮伫遮，我毋知。主，你的各位是安怎？但愿主你的平安，拢甲阮每一位你所创造的世界做伙。阮常常把阳光拢归伫阮家己，拢要甲主你来对抗，用人的方式来做人的代志。所以，在疫情、病菌、火灾各方面，不但灾难一直出现，阮恳求主你赐阮智慧，互阮能知你的道路，来合你的旨意，阮会当明白。阮安怎做才是对，
才会当造福全世界人。阮遮也恳求主你，眷顾阮所有无来遮做礼拜的朋友，你的平安甲阮正，阮的出甲入拢是灵命照顾，阮的感恩主耶稣。阿门。阮无将这个事对因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名声甲伊的权柄，以及伊所行奇妙的事，传予后世代。请咱来同心认之学咯，正是194首，正是194首，我听马路耶稣滚我，请起立传授。第三站。
时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为阮丢彼了刀刃来受苦，并十字架死摆葬为因父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啊，就天，他就是全能的上帝大帝，伊要对啊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永地有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就是咱要用交通的方式，我来读，请会众来用。启文第33，启文第33也是以赛亚第40。因究竟要将治罪比平上帝，用生命的上甲上帝，因也目看顶面，看见创造者，叫小木带遐个万军出来，一个相见，因为伊个大宽容、大溃烂，雅各啊，你写书讲。以色列必将属国，我的道路隐捌伫耶和华，我按耶和你的上你减袂知嘛？你减袂。应用你的上帝耶和华伊无业也无善，伊的地位无通测度，也善的伊互伊溃烂，能将伊正义，少年人也会善，勇壮的人也会滑倒。我可了我的因要亲像鹰鸟体色为，依照了咱要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，旧约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以色列人全会趁耶和华的名言，叫罗占对孙的旷野进前徛。利非定10年，百姓无水通啉，百姓就甲摩西计较讲：，无管有水通啉，摩西甲伊讲：，恁啥事甲我计较，啥事饲也好。百姓伫遐真喙焦，爱啉水，就哀怨摩西讲：，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，互阮甲阮的囝儿、阮的情事拢喙焦死啊！摩西就求叫耶和华讲：，我对这个百姓要怎样做？因差不多要用石头钉我。耶和华甲摩西讲：，你做百姓的头前行，带以色列的长老甲几啊人甲你去，连手连牙，前入拍河水的关呀！哇！我要伫你的面前，伫好好的石盘顶，你拍迄个石盘，要有水落下出，互百姓啉。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。伊名迄个所在叫玛撒，佫叫做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计较，佫因为因饲耶和华讲，耶和华伫阮中间也无。以上，咱即要来读中文译本。
以色列全体人民遵照上主的指示，离开逊旷野，一站一站地迁徙。他们到利非定扎营，那里没有水喝。他们又埋怨摩西说：“给我们水喝吧。”摩西回答：“你们为什么埋怨？为什么要试探上主？”但是人民非常口渴，继续埋怨摩西。他们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埃及，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，连同我们的牲畜都渴死？”摩西在上主面前恳求祷告说：“我拿这人民怎么办呢？他们快要拿石头打死我。”上主对摩西说：“你带几个以色列人的领袖跟你一起走在人民前头，手里要拿着你击打尼罗河来水的杖，不要站在你的面前，在河烈山的一块磐石上，你击打那磐石，就会有水流出来给他们喝。”摩西当着以色列领袖的面前这样做的。那里叫玛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试探上主。他们问上主是不是和我们在一起？愿上帝祝福俾阮所读伊所启示的，是咱要请本会李牧师来为咱祈祷啊证道。你今日咧带来信息是翅膀上帝。咱做伙来按头来祈祷。有必听到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阮学了你的圣名。伊过去的日子，你的带领，你的保守，也愿通搁一摆进入伫你的圣殿。啊，阮搁重新开放第三个主日，阮要一步搁一步来迎接你所带予阮对伫这疫情的控制，对伫这疫情的防疫的成功，阮会当渐渐倒转来伫正常的生活，伫实体的礼拜中间做伙来组织。因为你甲阮讲，教会是人甲你、人甲人关系的一个所在。主，阮伫圣经最近咧看即个出来记忆中间，有侪侪对阮的提醒。阮也恳求主你的圣神的智慧，甲阮三个伫底，也阮对遮的记载、遮的启示，搁一摆来反省阮家己甲你的关系。主，阮求你来看顾遮野火遮的拍火人员，遮的救灾的人。也伫即个第一线，搁咧服侍，特别是抗疫的中间第一线这个人，无论因咧做甚物款的服务，伊拢来保守因，互因伫真忝真辛苦的工作中间，有助你充满的稳定甲因三个伫咧。也从阮兄弟姊妹中间身体欠安的、心情软弱的，交付伫你手中，有你甲因三个伫咧，有你的平安甲因做伙。阮为着今日的组织献上感谢，祈祷，各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记载是出来记17章，咱最近一直咧读因这个出来记者的记载咱搁一摆要来思考，当因拄着无水通甲啉时阵，到底因安怎来面对？还是讲无水通啉是一个意受啦吼，阮有个意受。就是讲，侪项的代志，侪头前的困难的中间，啉水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。但是较重要是像我拜五伫分享的中间咧讲，迄是迄个性命的态度。所以咱倒转来看今仔日17章咧讲着无水通啉，小可甲咱考试提醒牧师做样考试，我无拍过呢吼。伫出来集的中间有几摆无水通食，还是讲有水的问题？咱想者吼，我今仔日会讲两个无相关的重点，吼主席兄叫咱读迄个
经文内底17章第1节讲，迄个神的旷野，另外有一个叫做顺的旷野，训甲训，这两个伫圣经内底无共款吼。伫新遮有发生2摆，即个所在有发生2摆，伫顺迄边还佫另外1摆吼。这个是伫沙漠的中间上大的本。咱兄弟姊妹可能知影牧师厝里饲鸡仔，迄鸡仔你无互饲了吼，伊会死。伊若一工无水吼，伊马上死互你看。所以无水对动物来讲是足大的生命的挑战。伫迄个时阵，人的需求、基本的需求无满足的时阵，甲咱对甲上帝的关系。耶稣捌甲咱讲，看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意思就是讲，伊来是要手术稳定互遮需要的。但是当咱真正拄着需要，佫无得到饱足的时阵，以色列是一个足明显的一个样式，互咱看吼。那伫即个所在，特别是今仔日即个水泉的名，伊即个名个拿拉，即个是一个试探上帝的意思，即个所在。以色列人因自头到尾吼，拢埋怨啦吼，敢若埋怨是因的船长安尼啊吼。拄着任何状况啦，看到头前用咧穿的即个红海啦，看到后壁的追兵啦，看到旷野欠水啦，吼即个也是讲入去即个即个半岛内底，吼，在咱山即个半岛内底的时阵，有拄着当地的军队，也是讲民族阿玛力人，也是讲因含迄个连。上帝手术伊妈那通食，伊嘛通晓，对无？敢若食这，我伫遐有肉通食吼，咱上礼拜有咧讲着即个部分。所以因埋怨的对象是当然是对摩西甲亚伦嘛，伫 physical 伫迄个实体相间，真正传出来，因感觉就是摩西甲亚伦，但是伊无看到迄个背后的啦吼。摩西伫咧因咧埋怨无物件通食的时阵，伊讲上帝要互恁暗时仔有肉通食，早起有充足的食物，就是咧讲迄个玛纳。伊一定听见恁的埋怨，恁埋怨阮是安那？其实恁毋是埋怨阮，是咧埋怨伫后壁差遣我带恁出来的上帝。咱会通知影讲，伫迄个境况内底，摩西就无在调处理。即群人200-300万人会食甲啉，咱讲中文讲束手无策啦。我感觉讲，真正是3-4千年前上帝就互咱迄个启示来看今仔日啊。从来历史以来，毋捌有一个病菌，互全世界面对安尼超过半冬啊。到目前为止，咱嘛真正会当做 defense，迄个防卫性的安尼尔吼，咱无法度做足好的即种去消灭即个病菌啊，也是讲更较积极的做法。到目前为止，咱看到全世界遮的医学，也是讲科学家，目前还搁咧努力的中间。伫过去即段时间，咱嘛会当讲咱爱好好洗手啦、戴喙啦，甲人保持距离啦，来保护咱家己。咱伫即个时阵，甲伫摩西时代出来叫以色列人，咱要用甚物款的生命态度来面对咱的上帝？上帝要手术伊妈啦，伊嘛是有话通讲。当然，咱嘛会当来埋怨，有足侪通埋怨的啊。我一个青年伫送因爸爸过身的时阵，倒转路顶发生车祸。40几岁过身了，咱有足侪理由会当去埋怨去 complain， 亲像以色列遮的百姓共款，因啥物货都通埋怨。今仔日所记载，因啉着即个水是苦的，啉着即个苦的水，这是伫15章若是咧15章，
伫迄个摩西甲米利暗学落了后，因马上埋怨。今仔日所记载是无水通好啉，是即个新的旷野。啉着苦水甲无水通好啉，对因来讲吼，拢无帮助嘛吼。所以因伫遐，咱可能会一寡人，因为我捌拄过一寡人甲我讲吼，迄圣经记载着短短啊，所以敢若记载着因的要求尔。无记载伊头前点彩因感谢上帝，迄落带领因出来嘛，无一定啊吼。因为咱的祈祷，咱讲啥？祈祷有大概5个部分啦，无一定吼，大概5个部分。第一个是学乐，第二个是啥？感谢，第三个是啥？认罪，第四个是替别人救，第五个是安怎？替家己救。但是咱注意来看，圣经的记载是讲，因要求了后壁是 complain。迄个圣经有记载，因 complain 应该头前的部分有去互安怎？上帝好感谢你，你带领我，但是你啥都无好食啊！你感觉迄个头前的学乐是真样假？咱会当看到因的性命的品质是即个样。因真有可能过去伫埃及430天的时间。因学着遮个传统宗教，用过要求的，用过来往。无使用即个图片互咱看，互咱知影讲，伫即个新马拉即个所在，伊的地形是啥？伊迄个新的意思叫做鹿骨梅仔土啦。迄鹿骨梅仔是有带黏性的，所以是粘土。粘土，这个山，这区域个山脉，拄则咱读个圣经有甲咱讲，这个山脉叫做啥？甲西奈山这个河咧共一个山脉啦，这拢是共款的土质啦。所以遮的水吼流袂调，真困难流会调。若有吼，就集中一个所在，集中一个所在，咱咧去讲到这个异人吼。另外一个所在就是我拄则讲的舜，舜的旷野是民数记27章所记载的，是伫迄个西奈半岛的东北边，这是伫西边的所在。咧啉着迄个苦水，我想到一项代志，就是遮个以色列人。啉着苦水了后，因着安怎？因伫遐吐苦水啦，因伫遐吐苦水，因着伫遐感觉讲上帝无听因啦，上帝安尼互因安尼真困难过日子啦。但是当咱的品质无好的时阵，启示录安怎讲？启示录3章16节，咧讲着罗底加教会的时阵，讲恁遮无烧无冷的。毋是讲因无热情，是咧讲因的性命拗臭。咱知影伫老底家是对一个热泉、一个冷泉，即两个泉拢有无共款的矿物质。拄做伙了后，迄个水是流轮烧啊，两种的矿物质拢安怎？拢失去，所以成做一池的死水。上帝找天使讲。恁遮的性命，我放伫喙里，就足想要吐出来。咱咧亲像以色列人咧吐苦水的时阵，咱嘛爱想着讲，咱的性命若无好的时阵，上帝嘛甲咱吐出来，毋是干那吐苦水尔。到底咱甲上帝比拼做什么货？咱甲上帝比拼是今仔日个课文甲咱讲的。以色列人无甲上帝当作上帝哦，你注意来看，会通讲咧画虚画倒，敢毋是安尼？我无物件通食，你甲我传来；我无水通好啉啊，我拄着这水苦，你甲我用好水啉，无啊，我规等于伫埃及，还佫有通好食，佫有通好啉，咧画世。有真侪人的祈祷是安尼啊。主啊，你是万权能的主，我欠啥货你都爱想诉我，甚至有诶先讲先啊都无属伊安那。你毋敢求，你若求上帝一定互你。上帝毋是咱世安尼，
咱真侪时阵是安尼，若上帝无互你的时阵安那，咱是毋是变做甲出来叫以色列人共款？伫拜六的伫我想中间咱来讲过遮的概念，要安怎归荣耀来互上帝？咱袂记即上帝的恩典，互摩西借着迄个伊的能力，等一支茶，互这个水质来改变，就是出来去25章，互苦水变做甜的。以色列人嘛袂记即上帝带因到即个以琳的即个水泉内底，遐有70丛的樟树伫迄个所在生。樟树根是足深的，你看遐闪闪长长伊根真深伊拢会去找水源。所以你会当看讲，伫沙漠中间若有一咱咧讲的绿洲，有迄个樟树介济的所在，就表示迄个地下有水伫迄个所在。所以伫以琳的所在，就是表示上帝恩典带因会到一个会出水的所在。因袂记得上帝赏赐因妈啦，咱以前讲过，对因出埃及开始过红海了后，食到因进入伫迦南地40年久。因无因为安尼来归荣耀互上帝，这毋是以琳，但是以琳的概念差不多是有水泉边仔有足侪即个樟树花啦。咱来看一个地理者，无处拄则咧甲咱讲啊，讲伫即个西奈半岛中间，新的旷野是伫咱所看的岛手边，红海的边啊，遐有一个新旷野，咱有看到吼。这个是因伫遐咧讲水库无水通好啉，上帝带因到即个以琳的所在，然后咱看到即个新的旷野，因的目标伫倒位？要去西奈山要去西奈山这个所在，就是迄个箭头的的上个脚遮。搁另外一个所在是顺的旷野，这是咱伫我心内底分享着。伊遐讲上帝伫即个阿巴林的山伫遐，讲我赏赐以色列人的地看着了后，你要倒去倒去亲像你甲你的兄阿伦咱倒去。因为恁伫顺的旷野，当会将计较的时阵，花布会满会花，无伫沁出的水的所在，伫花将下面头前，尊我做成。意思是讲，无伫迄个所在内为着上帝做见证，这是上帝隐藏恁的快乐，这是上帝的宽明者。因无伫遐来归荣光互。我想无论咱前礼拜咧讲的歹话，还是讲今仔日咧讲因伫遐咧试探上帝，拢是共款的问题。因无甲迄个荣光归互上帝，却甲麻烦归罪互上帝。所以伫这个顺的旷野中间，咱对这个中文的圣经安尼讲14节，我读14节就好啊。因为你们两人在寻旷野违背了我的命令，为什么违背？因为当会众在米利巴埋怨我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在他们面前承认我神圣。当无去承认这是上帝的快乐的时阵，就是感觉安那？这是我的快乐啊！拜五咱昨天讲到保罗甲巴拿巴，伊甲倒，伊甲罗西德的时阵，伊伫一个生来拜卡的人，有无？人讲哦，好神哦，结果咧，甲伊当做宙斯咧拜，因安怎讲？因马上来甲因证明讲，阮是人，阮是神。这甲摩西甲阿伦有足大的差别，要归荣耀互上帝。咱会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路线，伫倒手边遮过红海了，就开始。这西奈山，所以19章20章就会去讲到10条界咧。后礼拜咱会去讲这部分再来伊就开始北啊，去东边北。伫东边北遐有一个西伊国啊，迄个所在，迄个就是一个顺的旷野这个就是新的旷野这边则是顺的旷野，是无共款的所以咱咧读的时阵小可注意者，因
伊笔内面的发音，咱来讲啊，翻译出来，听起来足共啦吼，佫读册都无标准的吼，咱计是共所在，迄是无共款吼，大家互咱知影一下。伫顺的旷野中间，上帝来清楚来讲，你要伫会中的面头前尊我做神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无去承认上帝的气力，这是因为上帝恩典，恁才通好有水通好啉，你才通好有麻辣通好食，你才通好有肉通好食。上帝捌试验人真济，前礼拜牧师有甲咱讲的，试验是伫咧甲咱训练吼。所以咱会当伫圣经内底看足侪摆吼，我无拢总列啦吼。上帝试验亚伯拉罕，所以爱去献以撒有无？伫玛纳的时阵，就是出来25周罗马遮，因啉着水苦吼，啉着水苦。啊，上帝甲讲啊，甲摩西讲啊，你落去吼，用叉落去，啊，伊的水就变甜。我要来试验看因会遵守我的命令。伫小树玛纳了后，嘛是安尼讲，咱头前已经有讲过。再来连第10届了后，上帝佫安尼讲，啊，上帝佫安尼讲，要来甲因试验，要来甲因试验。互因看，因得到恩典了后，因会怎样？因得到恩典了后，会亲像摩西、亚伦，无讲这是上帝的气力，啊是因得到恩典了后，会晓得感谢上帝，然后顺服上帝的命令。即互咱倒转来伫创世纪咧看亚当啊，敢毋是安尼？亚当上帝赏赐伊所有园内的物件，干那迄个伊讲，这个莫甲我食，安尼呢？伊无去存感谢的心，无存即个顺服的心，佮想要甲上帝安那，比啥物人较厉害？咱咧讲辨别是非，伫原文的意思是审判的。咱真侪时阵。拢袂记得咱家己的角色，甲上帝互咱的。人试探上帝，伫今仔日个经文出来伫27章讲真清楚，因伫迄个所在啊，玛纳的原文叫做比勒吼，啊嘛叫做讲因违背上帝的所在，所以因伫遐试探上帝。试探上帝什么意思？咱是安那牧师拄则咧讲，上帝试验人、训练人。啊，人敢袂当试探上帝？当然袂使啊！咱即摆是啥？咱的汉字好的翻译叫做敬畏上帝，但是原文的意思足清楚，你要惊上帝。你惊上帝，人会去试探上帝吗？试探上帝是安那？举一支刀啊，来哦，来哦，无囡仔就爱安尼样记住无？来哦，来哦。伊都毋惊死嘛，安尼共记住啊！啊，去用牵着是才伫遐爱，敢是安尼？做生意说个人哦，这个人若 feel God、feel of God， 会惊上帝，伊就会做即样。伊伫遐咧试探上帝，因伫摩西时代嘛是安尼，因拍死上帝的罗卜。伊今仔日个经文。摩西带着因的要求去甲上帝讲是啥？因要用石头来拍死我，有无？伫以利亚的时代咧，先知啊，用杀死了，敢毋是安尼？哦，过来耶稣基督嘛安尼讲啊，哦，甲遮犹太人讲恁吼，拢也做讲恁家己足敬虔，但是恁杀死先知。佮用石头拍死红蛇骗来恁遮，我坐摆主持吼，遮伊就咧讲遮个。伊讲直到恁讲即句话叫做奉主名来是应该受恶乐。当恁的心会晓恶乐上帝的时阵，迄个上帝甲人的关系才会改变，敢毋是？耶稣伫遐讲足清楚啊。当你埋怨上帝，你试探上帝的时阵。你的甲上帝关系是分离的，所以你要看，即拍死上帝罗卜，佮有安那，
巴拿巴甲保罗的时阵，咱读着嘛吼，伊会去遐传福音啊，遮个人就是要用石头甲钉死啊吼。到伫即个新的旷野的中间，则是新的意思。拄则老师有讲，伊是一个粘土的地址啦吼。原文的意思是安尼啦吼，但是吼，因为迄个英文的翻译真趣味啦 ，The Land of Sin， 但是迄个 sin 是 capital 啦。原来即个 sin 无有多的意思，我要先甲咱解说。不过因为英文的翻译迄个译音吼，我感觉真有趣味啦，就是伊试探上帝时，伊就是得罪上帝。吼，英语吼，咱注意来看吼，英语 The Desert of Sin， 新的旷野。啊，你若迄个 capital 甲变做小，罪恶之旷野。因伫遐来得罪上帝，我想这互咱提醒啊！我要解说讲，这毋是新的意思，但是伫英文的翻译中间，互咱去看到讲，对咱来提醒，咱试探上帝是一个毋对的性命的品质。咱对上帝爱会晓顺绕，爱会晓接受上帝安排，亲像后壁来喊款。伊要问讲，我要去倒位？上帝，你要互我啥？我若满意，我才对你行，对无？啊，若照以色列人出来求的讲法，就是讲，你也无甲阮讲遐有肉通啊食无？较早讲，我就无爱出来，是毋是安尼？用一句话来讲是安尼啊。但是阿伯拉罕伊无安尼问啊，上帝甲伊讲，你对我行，伊就行。当耶稣甲彼得讲，你对我行，做我门徒，起来。一个好的信徒，基督徒的性命，毋是去挑战。咱讲试探上帝，用现代话叫做挑战，毋是用挑战上帝。你有才调互我，安那我才来对你行。这样是信咯。反正咱讲真清楚咧，用安尼话来形容的时候，我想着真清楚。咱若甲上帝伫遐挑战的时阵，咱就是住伫迄个有罪的旷野内底。今仔日新的旷野，互咱有一寡无共款的角度的思考，嘛提醒咱，无论咱拄着甚物款的境遇，咱拢知影咱无在着控制咱的性命，只有上帝是咱性命的主。咱只有顺服，咱只有感谢，咱只有学乐。头前有艰苦，但是咱回头看，过去的恩典较济过啥？上帝已经带领咱一步搁一步向前。所以咱着爱有信心啦。虽然咱拄着头前有足大的困难，可能无水通啊啉，无物件通啊食，继续凭着信心来对主的脚步。咱做来祈祷。预备，愿恳求你，用你圣神的气力来甲阮三个面对，互阮有安尼勇气来面对未知的明仔载。我毋知影明仔载会怎样，阮的性命状况会怎样，阮的生活状况会怎样，但是阮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中间，你的带领甲扶持。阮毋敢讲，阮对未知的明仔载有惊尔，有稳定，但是阮知有主你诚做阮的带领者，阮的扶持，阮的帮助。阮无搁再行，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，互阮愈来愈有信心，甲你相合行，愈来愈有坚定的仰望，来互你牵阮的手，互阮心内的怨叹、郁卒、埋怨，甚至试探你的心，拢摕走，互阮诚做一个单纯有信仰的人。来对主你的脚步，阮搁一摆恳求你继续来带领，保守阮，无论阮的身体欠安，阮的心情软弱，也是阮咧面对即马即个疫情，求主你帮助特别遐的执政者，有你的智慧，有你的气力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咱就是要用吟诗而乐，感谢上帝对咱的启示。圣诗258首，正诗258首，伊嘛甘愿互上帝引带，那刻日用全首4节。第，其实咱要来看，主管丢了，这个来点火，是。
感谢天父上帝，伊的平安拢到阮伫地。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阮每一人的生活方式，拢大大有改变，真正是无方便、无自由，也无慷慨，加盘的无奈。也造成真侪家庭有问题，不管是经济、教育各方面，拢是阮前所袂捌拄的。主啊，求阮使阮有智慧，好像以色列人用百万来试探你上帝。主啊，阮谦卑顺服，要遵探你的教导，就是你捌讲，要欢喜，要完全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，要和睦，要守住忍耐甲平安的时，要甲咱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阮无受到灾害，啊，阮的会友拢受到你的祝福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使阮所有一切，对心内满满的感谢，阮也要用嘴来学乐你，阮所献出的，愿主你欢喜来感谢，用出拢合业绩。阮安尼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上帝的疼，圣神的操通。那就，甲牧师来关怀甲肢体沟通。大家平安啊！咱过来会搁开始搁炎热起来吼，啊火还搁咧烧，所以共款就是讲啊提醒咱啦吼，啊保护家己啊，搁另外一项听讲迄个火斧若伫咧车顶咧放射起来，对车的非常好。所以咱即摆活伫即个环境内底，真正爱做侪代志，爱制止啦吼。啊，咱已经有恢复实体礼拜，今仔日第3个主日，咱有2种方式吼。啊，即摆咱伫 online 顶管有另外4位的 device 咧上线，啊，咱期待咱搁较侪人搁转去伫礼拜堂内底吼。后礼拜是普世圣餐主日，所以咱有要举行圣礼典。牧师鼓励咱吼，家己早家己的，吼，鼓励咱家己早家己啊。你若真正无方便早，你甲我讲者，咱也会当家己早家己的，会当免拄咱一寡考虑吼。啊，所以牧师家己备了家己食，我无要分互咱。即个时段安尼吼，啊，阮昨去开迄个会议的时阵，阮是伫车顶开会，吼，伫大个较紧仔开会，啊，一人分一个易开罐的，啊，伫遐收圣餐。啊，所以我想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咱有一寡较特殊的做法，咱知者啊，欢迎兄弟倒转来伫礼拜堂内底吼，做伙来敬拜，咱有种做伙。咱的奉献吼，共款你若无方便来教会时阵，会当寄来教会遮，啊，咱会当拜托有经来去处理。过来拜5月初2吼，暗时要改做7点半，咱看我用红色的吼，7点半，我小看迄个mark 一下，遮7点半
咱进行是7点吼，咱即摆要改到7点半，互大家较袂遐尼啊急吼。后一季的即个服饰表已经后壁，我会明仔载用 email 互大家吼。咱有较大的改变就是有第5礼拜的时阵，咱要有无共款的礼拜方式吼，要请平平姐师傅。这是伫11月有第5礼拜，咱为着咱的教会改变来祈祷。今礼拜出席21人吼，奉献这个查经聚会14人奉献遮395公。今仔日在场有11位啦吼，已经突破2位数。这后礼拜讲到资料吼，服侍表这样吼。好，来经过。咱来读今日经句是记载伫诗篇22篇第8节到第9节。请咱来。耶和华是好的见证，所以伊要指示罪人，也正路。伊要用公平引带欠顺的人，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欠顺的人。耶和华是好的见证，所以伊要用指示罪人。也正路，伊要用公平引带欠顺的人，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欠顺的人。诗篇25篇第8节，就是咱要来念左边的诗是上元511首，请起立念诗选，请李牧师咱祝祷。愿天父赏赐伊圣神，甲咱三个天地，亲像过去伊保守咱、带领咱、看顾咱一样，用伊的平安赏赐咱，对直接到永世来福之。大家坐。
好，今日礼拜到这，咱会当开咱的声音甲影像，我来甲这用掉。这个什么？